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今个欢迎收看12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你敢知影海洋的废弃物就是目前全球上大环境灾难，当中各塑胶危害上界严重。所以今年绿色和平的总监孙回亚洲上午田克兰安平港，就特别以减少塑胶行动来作为诉求。有海上团结称号的绿色和平总监合作彩虹永续河，今年孙回亚洲访问台湾行程来到台南。上午伫热烈的东方武术加高艺助阵之下开幕，将伫安平港停靠3天。会长绿色和平表示，每一冬大约有1270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污染。加上这10冬来，塑胶制品已经超过过去100吨的生产量，所以因相当忧心。这摆上要紧就是要发起减少塑胶运动。这次彩虹勇士号到台南，主要是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由你减塑海洋霉素。那我们就想要跟大民众说，如果从日常生活中减少这种抛弃式塑胶产品的使用，像是免洗餐具啊、吸管、手摇杯，那我们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海洋，让我们这些海洋生物不会受到塑胶的伤害。会中副局长赵建元甲济平台毛龙狗场社员，并且热情的欢迎，同时定准参观，为了解因侦查海洋资源的工作环境，嘛对着因尊重的生活空间相当好奇。副局长赵建元表示，绿色和平的努力，甲台南拼低碳环保的目标一致。明日开始，已经有9000间的店家无提供塑胶袋啊。他们长期呢致力于地球的环保，那用这个宣导的手段呢来提醒大家我们要爱地球。那今年他们主要的主题呢就是减塑，要减少塑胶的利用。我想这个跟我们台南低碳城市长期以来推的政策呢，都理念都非常的吻合啊。那台南这几年呢，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低碳减塑环保的事情啊。对今日开始到12月10号期间，嘛欢迎市民踊跃参观体验。电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绿色和平总监上午停靠安平港，展开为期3天的参观。嘛因为机会难得，上午这会员先专工来对屏东来体验，都要用行动支持减少用塑胶，嘛成为因亲子环境教育真好的题材。彩虹永续河来到台南第一天，虽然拄着寒流，阁是阁冷，不过游玩去济会员先到场参观，来到单位活动，体验为什么要减少塑胶的理由，原来是选择环保制品对环境的影响力。其中一群来自屏东的亲子团的休闲满满，因为这正是环境教育的最佳教材。你没有给他们一个来到这个地方，真正去感受到生活当中的一切对于海洋的影响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改变他们的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要从小开始去做，即使他们可能3、5岁，然后7、8岁，但是对于这些东西这样累积在他们心里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想法在他们中间，就好像埋下一个小种子，然后期待它发芽，然后开始去改变这些行动行为。这样子，我们在一直跟他讲，学校在教才会有意义，才会改变。因为海龟吃塑胶的时候，它就会肚子痛，它就挂掉，就没有海龟了。很不好。因为它如果被生物吃下肚，那些生物会比它原本可以生存的寿命少。以后再去便利商店的时候，不要再拿吸管跟塑胶袋。不要再拿吸管还有塑胶袋。还是环境教育，就要对小小年纪来扎紧，相信每一个人伫生活当中做出无用塑胶袋的改变，就当避免生态灾难。当然，这摆绿色和平的行动，主要要唤起大家减少塑胶，来针对南台湾塑胶污染的程度进行研究，希望民众用各种的管道来消填。民众其实可以在生活里面，就是可以自己做一些减塑的，改变他自己的减塑习惯，
包括说它可以减少使用一些塑胶袋跟一些塑胶杯。那他如果其实还想参与其他的环境运动的话，那其实可以加入一些绿色和平的联署活动，以及捐款支持绿色和平。当然，多年的习惯不是讲改就改，不过对今仔开始永远袂嫌晚。电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日前，行政院通过农田水利会将对法人改做公务机关，会长也改做官派议案，提出立委黄伟哲认为上过风光，所以伫立法院提出修正的版本。商务议员郭清华以及全国农田水利会反改制自救会嘛伫议会声援黄伟哲提案，并且呼吁中央爱先充分讨论有配套以后再来修法。议员郭清华上午率领着全国农田水利会反延年反改制自救会，声援支持立委黄伟哲伫立法院提出办理农田水利会第5届会务委员甲会长选举之后，停止办理会务委员甲会长选举的修正案版本。因认为数十年来的制度未改革，一定要先全面做过评估，以及提出配套措施，要求政府保障会员的工作权甲财产权，坚决反对这么粗鲁佮暴力的手法，来造成社会的不安。先延任，先延任，即先去直选即迄个一任，伫选一任的过程内底你政府你要安怎去甲遮的水利会遮的工作人员保障因的即个工作权，这头一项。第二，遮会员的即个财产权，恁政府要安怎来对遮的会员做出一个交代？第三，就是讲上界关系，咱遮农民即马咧用水大家伫水利会长会务委员直选民主化的经营的过程，咱遮农民拢会当去响应因会当来灌溉来用水伊咧黄立伟咧为咱农民发声，为10月初5立法院的这条即个进程咧，到目前一直拢有咧咱即个联系，尤其伊伫10月初5以后咧，伊深入基层来去了解到底即个案政府提即个案是对还是毋对。结果呢，伊认为讲政府嘛阁有检讨的空间，所以伊即个嘛为着即个会员农民呢，伊嘛感觉讲咱即个弱势农民莫阁抗争，因为安尼的即个社会成本的付出即个价值就拢无去。第5届会员甲会务委员改选时定，大约伫明年4月份就必须办理完成。目前已经有相当的计票性。全国农田水利会反延年反改制自救会，希望中央慎重讨论改革方案，等待有完整配套再来修法。电视新闻加上王子豪采访报道。东滨爱心会在2月17日将伫市府头前的南德路举办爱心观游会，包括议员罗坤浩、林美燕甲蔡淑慧等人拢来支持响应。除了鼓励民众参与，嘛希望这个活动唤起大家对着身心障碍者的重视。由东滨爱心会结合议员罗坤浩、林美燕、蔡淑慧等单位共同支持合办的爱心观游会，在2月17号将伫市府头前的南德路举行。议员罗坤浩甲议员林美燕也分别领奖10万甲6万块的玩游券来响应，呼吁社会大众做着实际的行动，做伙关怀身心障碍朋友，散发爱给所有的我们台南市的各位乡亲、各位好朋友，你们知道，这个大家都讲施比受还要有福报。那我们今天我们东滨爱心会，2017年的这个活动系列里面我相信好多的好朋友看到今天这个报纸的话，也来购买一些餐券来帮忙。消费各位当帮忙着绿色团体啦，所以我相信若看到这篇报纸多少都会响应啦。头开始
要来创造这个爱心花，迄阵啊嘛毋是爱心，是爱心姊妹花。我的一寡姐妹很多，伊就甲我讲，啊，咱较毋来用一个爱心姊妹花嘛会当食，啊嘛会当做爱心。我讲食无路用啊，咱就开始啊，咱开始来办这个爱心花。爱心花的时阵，咱都偌济钱。迄当阵啊，阮就是有几个，即马来开始坐乐到地说哇50-60个啊，袂歹呢，大家拢有迄个向心力。我认为讲，安尼大家拢这有心，真正人人有爱，我足感动的。晚游活动中，除了有50台以上有食阁有耍的摊位以外，更有丰富表演甲摸彩活动。另外，东滨爱心会也特别伫现场设立观会站，招大家做伙观会做爱心。新闻架上王子豪采访报道。随着天气愈来愈冷，其实嘛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因为大家惊寒，拢会将门窗关起来。不过这时如果厝内热水器做无好势，就将容易发生意外。对此，上叫特别呼吁民众注意，同时提醒也有热水器的相关步骤。天气愈寒，民众愈介意将门窗关好暗暗，较烧热。但如果厝内假使热水器同时伫室内，佮无做好安全的措施，就有可能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所以上叫嘛呼吁民众假使热水器安装，都要有合格专业技术，安装伫通风良好的所在，嘛应该定期检修。如果安装伫室内，应该具备强制排气的功能。而且排出口如果有晒衫裤，嘛应该片面阻盖通风。大哥您好，我们消防队来进行你们那个燃气热水器的一个安装的情况啊。那你们现在这个是在室内使用，所以你们使用墙排的部分是 OK 的。那我们在这部分的话，就是你可能还要注意的话，就是它必须要有张贴一个施工标签，然后在管径的部分的话，也必须要有个施工标签。对，然后它使用的配管必须要使用这样子一个不锈钢的部分，所以你们这边是 OK 的。然后在管的部分的话，它也是帮你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瓦斯，那我们也会去注意一下，就是你瓦斯的部分也是没有过期，所以你现在的话，就是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好，而且是有排出到户外。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在使用下就是比较安全，可以排除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为协助民众清刷或是更换热水器，现在嘛有提供补助，每一户上悬3000块。上叫嘛欢迎有需要民众踊跃来申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这边也呼吁，台南市民的民众一定要注意燃气热水器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为了台南市政府为了要抛砖引玉，特别在107年的1月1日至4月30日，市府跟中央分别有补助，共计167户的具有一氧化碳潜势的住户，可以进行所谓的燃气热水器的迁移补助或者是更换，每户最高新台币3000块为上限，因为名额有限，请各位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自行向当地的瓦斯厂或者是热水器的承装业者询问，也可以向当地的消防队做询问。切记一定要在使用燃气热水器，在使用的部分一定要注意保持通风，避免一氧化碳所造成的一个中毒造成遗憾。为了呼吁民众重视一氧化碳的危机，上叫嘛选伫10号举办一场水边会甲戏剧表演，现场嘛提供果水的碰饼当作文宣品，欢迎所有市民踊跃参加。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已经创立26档的人形电脑，当初成立的时，就希望让大家学到一技之长，找到家己心目中的好头路。5档来，因伫全台已经开始联合侪企业办理征才，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上千位学员顺利找到工作。所有参与电脑职业训练的学员，当初学习就是以找到以后好头路作为出发，所以包括现在上届热门的 APP 设计，或者是工业、网页、电美工相关的课程，拢真侪人报名。而针对结婚以后这80几位学员，主办单位联成电脑，嘛特别邀请侪厂商办理联合征才，希望让学员找到理想的工作，企业嘛找到好人才。我们今天大概会有13家的厂商跟将近80位的学员来参加。那这几年我们公司大概陆陆续续办了大概有几百场的征才，那也成功的协助了几千位学员成功的就业。那我想这是我们公司同仁最大的努力的目标，跟大家的一个最快乐的地方。主要是学到一些 Java， 还有什么 Enjoy 那个 APP 的部分，然后最近也在学 Python 学那个操作机器人，去车子去移动，这样。我未来是希望我去找一些类似物联网的方向，一些智慧 AI， 或是目前我有看到一些智慧旅店的部分，对比较有帮助，想要往这方面去发展这样。为了帮助学员在训练以后缩短就业的时间，联成电脑已经分别在北中南各地举办过100场无同规模的征才活动，累计参与厂商嘛有上100间，5档来顺利买下上千位，所以学员嘛拢真感谢，会当有机会一摆甲真侪间厂商接触彼此，展现家己所学的成果，甚至当场特别通知录取。台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在今年科技部所公布的吴大猷纪念奖当中，成大总共有7个人拢得奖，相当难得。所以校长苏慧珍亲自颁奖，鼓励因继续伫研究范围发光发热。吴大猷先生纪念奖规定，遴选的资格是42岁以下、副教授以下，当年度的执行专题研究计划主持人。所得奖的这寡老师共同的特点，就是坚持的研究理念，讲起家己的研究，拢是充满着热情甲专心。微针切片的话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切片上面有许多微米级的针。那这些微米级的小针的话呢，它可以包覆药物，直接呢刺穿我们的皮肤，把我们的药呢，任何大分子的药物都可以借由微针直接刺穿皮肤，传递到皮肤的真皮层里面去进行药物传输哈。那所以它就是类似，就是像临床上打针的效果，可是因为它是在切片上有许多微米级的小针嘛，那所以它针非常的小，那小到就是不容易让你感觉到疼痛，因为它不容易 touch 到你的真皮层的那个神经啊。那因为它就是像这样子的小针的设计的话呢，它可以相对无痛，又可以类似打针这样子快速有效的把药传递到皮肤里面，所以它算是一个新一代的那个晶皮切片。对此，成大校长苏慧珍嘛鼓励这寡得奖的老师，爱持续伫咧学术的领域贡献伊的专长。一代一代都会去创造不一样的标准。那这2年来，成大最骄傲的一个成绩之一，大概是我们年轻世代的老师们，在台湾最重要的学术指标，也就是吴大猷奖的数目，创造了历史上的新高。我们这2年的人数大概是过去5年到6年的加起来的2倍。那么我们的同学平均都在20岁，分别在美国的东岸跟美国的西岸，在现在全世界最竞争的科技，也就是基因合成生物学或者是生物粒子的这个创新跟发现当中，在全世界上万人的竞争里面，分别都得到第1奖。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成绩。除此以外，成大看了药的团队结合生物科技、甲电机、机械等等无同款的专长，所设计出来会当监控并会当调整水质的生物装置，到美国去参加麻省理工主办的 IGEM 竞赛，获得金牌。另外，成大学生团队今年也首度组队参加哈佛大学所创办的国际生物分子设计竞赛。
同款嘛是会得金牌等等的4项大奖，显示出成大的老师甲学生伫咧学术研究的实力超人。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湾工业研发中心对在当前开始办理优良工艺品的评鉴教导，已经成为台湾工业界指标。历今年总共243组的作品参赛，最后选出32组得到优良的标奖。而现在这些得奖作品拢伫咱台南展览。国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每一档拢会举办台湾优秀工艺品的评鉴。今年报名的厂商总共有83件，总共243件的作品，经过10位专家学者的严格评选以后，最后选出32组的作品，得到台湾优良工艺品的标奖，并伫咧当中选出美职奖、时尚奖、机能奖以及造型奖这4大奖项，来肯定这寡优秀的台湾工业家。这个展览主要是要那个鼓励奖励一些传统工艺的老师跟或者一些新秀。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每一年大概都会透过竞赛的方式来甄选出来，大概每一个分成那个传统组跟创新组这2个奖项，大概每一年大概每一个组大概都有40几件的作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展览活动。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会进行的颁奖典礼，就优良工艺品的选拔受证。那这也是我们每一年也是透过每一年为了奖励我们在台湾的自行设计制造的厂商，然后精选出来，而且这个奖赛制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每年大概都只有30几组的那个作品会入选。这场展览目前伫咧西门路的百货公司6楼做展出，展期一直对8号要展到25号。介着优良台湾工艺品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单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台南生活美学馆甲新侨委会所合办的第2届国际艺术家联展，这摆总共邀请21个国家79位艺术家进行交流。在作品当中，会当体会到每一个国家的多元色彩，甚至是情感。该展览对9号开始，一直到31号，有兴趣民众千万唔通错过。新校花卉受到台南生活美学馆的邀请，这次邀集到马来西亚、芬兰、澳洲等等21个国家79位艺术家，举办第2届心灵的岛屿国际艺术家联展，透过交流来互相体会不同国家艺术方式的呈现，也为民众带来不同款的艺术响应。这次的展览由这个新乡花卉来邀请，很多国家的一些艺术家共同来参展。那在这过程里面，他们有不同的媒材，所以每个艺术家因为他生活的文化、生活的区域跟他的背景，所以他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国际邀请展最有趣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看看除了台湾本身的一个创作风格之外，在国际上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可能性。这一次呢，我们很荣幸的受邀国立生活美学馆的一个邀请。来到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给我们做更棒的一个挥洒。那这一次展览的国家总共有21个国家，有79位艺术家，作品更高达113件。那这些艺术家呢，很多呢是第一次来到台湾的，可是他们早就已经听过台湾，而且是非常对台湾感到很新鲜、很好奇。那尤其是这次展出的呢，我们埃及的一共来了4位的艺术家作品，都非常的优秀。那智利以及芬兰都是我们首次接触的艺术家，那他们也都对台湾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是结合了新象画会，这次的整个活动是新象画会所跟国立生活美学馆一起合办的，所以我们新象画会的所有成员都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大家心灵的岛屿，我们说台湾虽然小，一走出去就是出国了，一跨一步就是出国了。那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岛屿，就像一个艺术的心灵岛屿，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一个艺术分享、散播到全世界去。
作品当中包括有智利艺术家造访澳洲，感受土著文化所创作的图画，由来自埃及的冯泰林用到15岁时买到的摄影机所记录的影片，并且用陶土来捏出摄影机的形体，也是为展览当中的一项作品。全部100多件的台湾创作，邀请民众做伙来感受异国的艺术氛围，以及享受一场心灵的享宴。但是，加上王子豪采访报道。今日天气明显变寒，来关心详细变化。现在是这份天气，温度15度到20度，落雨9一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2月8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